跟住咧就輪到講筷子廊啦。佢一般咧就係用嚟承托陣同埋樓面嘅，通常咧就包括橫廊、底籠同埋頂，而頂咧就可以係木或者通架。咁筷子廊咧多數會用喺商場、停車場、非典型樓層，即係 non-typical floor 同埋陣噶。所有筷子廊嘅中至中距離一定要編排緊密，唔係嘅話就會受唔起石屎同埋鐵嘅重量而下墮，咁樓面石屎就會唔平噶啦。仲有啊，喺落石屎之前，所有頂都一定要加橫拉拖通嚟確保穩固嘅。不過如果陣太長嘅話咧，咁大約每隔4尺中至中咧就要有一條橫廊，長度咧仲要足夠將多條陣拉通，加強整體穩固，以免陣落石屎嗰陣時咧會擺動移位嘅。咁如果承托底籠嘅頂係木方，就要有木尖攝住底部，方便用嚟校正樓面平水噶嘛。另外啊，我哋有時仲會遇到雙格式嘅結構，即係 waffle slab 啦。我知呢種結構咧，除咗可以用傳統嘅釘箱制方式，而家大部分咧都會採用玻璃纖維母件，再喺拆模嘅時候咧，用高氣壓逼翻出嚟就得噶啦。果然夠醒目啊！咁而家大部分典型樓層嘅承托部分都已經由通架代替咗木頂噶啦。嗱，因為通架咧受力係比木方強，而且尺寸準成，配件又充足，仲有啊，最緊要就係安裝簡單啊嘛。人都係啊，要不斷進步，唔係就會俾人淘汰噶啦。而通架一般都會由承建商工程師設計之後，再交由顧問工程師審批嘅。咁我知通架本身咧都有分輕架同重架嘅，唔同嘅承托力就要配合唔同嘅通架啦。而通架仲一定要有足夠嘅加固支撐，即係 bracing， 兼且仲要用鐵通嚟到將通架拉通，咁至夠實淨噶嘛。另外通架咧又要有可調校高度嘅馬騮頭，用嚟校正樓面平水噶。知嘢喎。嗱，至於喺用唔到鐵通架嘅地方咧，一般都會用牛頭叉嚟承托嘅，例如樓梯底啦、冷氣機，又或者係窗台位置嘅底板嘅。嗱，為咗方便校正樓面平水，牛頭叉亦都要用木尖嚟做承托，而且喺落石屎之前，牛頭叉仲一定要加橫拉嚟穩固至好嘅。而家首先講陣啦，如果陣嘅深度超過600mm咧，通常就會叫深陣。咁陣底板就要用散板承托，而為免喺落石屎嗰陣時會出現爆板嘅情況咧，陣旁一定要加有足夠嘅斜撐同埋壓腳先至得嘅。至於要防止陣角喺落石屎嘅時候會爆板，咁就要喺陣嘅明暗角加上壓角板嚟穩固夾角嘅位置啦。而深陣除咗斜撐之外咧，仲要加威擰同埋螺絲嚟加強穩固噶。咁啊係啦，仲有樓邊陣旁板呢，就一定唔可以向樓內或者樓外傾斜，而樓邊陣一般都係用斜撐嚟穩固樓邊陣板帽嘅。至於使唔使加拉鐵皮或者用螺絲加威擰嚟固定樓邊陣旁板呢，就要視乎陣嘅深度嚟決定啦。如果外皮陣真係要用鐵皮嚟拉陣旁板，咁就一定唔可以用雙浸鐵皮。我知，因為用雙浸鐵皮嘅話咧，中間會有空位，咁就會滲水啦嘛。係啦，而且喺做好落石屎工程之後，釘板判頭就要即刻安排清除露出嘅石屎鐵皮，以免鐵皮喺日後生鏽噶。而講到樓面咧，一般就係用夾板加筷子廊嚟承托嘅。咁安裝嗰陣時咧，樓面板記得一定要緊貼一齊。另外唔啱曲嘅夾板咧，就千祈唔好用啊。而用嚟承托板帽嘅地面就一定要平同埋夠穩固，足以承托石屎、鐵、板帽同埋施工時其他嘅負重先得噶。所有趷計結構咧要預留足夠嘅科水，仲要留意拆頂期。另外因為佢嘅拆頂期較長啊，所以就要預備多幾套板帽啦。咁啊啱啦！如果大家做得好，咁就真係齊齊滿足開心，全行都鼓舞。不過除咗頭先所講要注意嘅工序之外咧，都仲有一啲有關其他嘅情況，好似水缸啊、特高牆身啊、轉力樓面同埋斜面等等嘅工序要注意嘅。總之樣樣依照工序做到足，咁就為之優質嘅釘板工序啦。